是讲到伫上帝面前有能力，咱遮庄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礼拜堂，伫你的圣殿的内底，阮敬拜你。恳求主你的圣神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你的临在。至圣的上帝，伫世间的起头，你有吩咐光对黑暗中出来，这个世间就有光。伫人类互罪恶苦楚的时，你叫耶稣来到世间，你互你家己的阳光对耶稣基督来显明，世间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主，阮称你做阮的上帝，阮是属于你的百姓。伫今仔日圣主日的时，阮恳求你，你的圣神将你的话宣读互阮听。愿你的话光照伫阮的内心，改变阮的心思意念，改变阮的言行举止。至圣的上帝，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亲像老爸对阮每一个人讲话，亲像今仔日大笔所写的诗篇62篇，我听一摆上帝讲两项，能力甲慈爱，拢是对上帝你来。主，阮伫即个世间黑暗困住的时，阮听见主耶稣你甲阮讲，见若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你。阮得胜的武器，阮得胜的权柄，乃是伫上帝你圣神内底的气力。主啊，你的话就是赢过黑暗的关系，你的圣神就是阮的保惠师。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众人搁一摆体会来到你面前，重新有气力，即种的欢喜，互囡仔、互大人，拢平平伫上帝你的面前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气力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欢喜伫上帝你的能力甲慈爱。主，你甲阮同在，直到世间的落尾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的人生毋是拢是快乐，有时咱会感觉有责任、有压力、有黑暗、有软正、有苦楚。咱拢仰望迄个歹日子紧紧过去，但是咱总是感觉一分钟都无法度忍耐，所以咱的感觉就是，迄个苦难艰苦，迄个时间老长。但是幸福的时间好亲像抓袂牢，一万年就过去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将今仔日的圣经带倒去伫你生活内底做祈祷。因为代表讲，我听见上帝的声，一摆讲两项，气力在你摇花，慈爱嘛是在你摇花。或者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领受主耶稣基督，互主耶稣基督的气力成做咱的气力。这是今仔日教会邀请咱同心的祈祷，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上帝，领受耶稣基督，伊所赏赐咱的气力。大比是一个真熬祈祷的人，伊毋是出世就是一个勇敢有权能的人。主日落的这个青年，你应该会记得大比赢过歌利亚的故事。大比毋是出世就高强大汉，大比嘛毋是出世就是一个勇士，毋是。大比是伫真多的困难的中间受训练，后来才真多，我靠上帝气力赢过歌利亚的一个勇敢的上帝的路步。咱来听大比的祈祷。伊讲：耶和华，你袂记得我要偌久？到永远嘛？你黄面无看我，要偌久？
我的心想来想去，我的心痛日忧苦。主啊，这种的苦楚要偌久？兄弟姊妹，这敢是咱的祈祷？是，有时伫困难的中间，咱会亲像大笔的祈祷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因为上帝常常通过这个背叛甲苦难，互伊的囝儿真做一个会通解决问题的基督徒，会当赢过黑暗关系的基督徒。环境可能不变，但是上帝要帮助咱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就教咱的囡仔真做属灵的勇士。咱就亲像一面镜，咱安怎咧面对苦难，咱安怎咧赢过黑暗的关系，咱的囡仔就照咱的脚迹，因为伊伫镜的中间看到什么？阮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大笔伫苦难的中间，伊会祈祷讲：我虽然行过死的山谷，恁会记得这句话吗？我虽然行过死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诗篇23篇第4节，林安杰伫要手术的时，庄士德校长伫背叛的紧张惊吓，伊看入伊的负责人，看入伊的生命的重判，伊看入这个手术的中间有风险。但是手术了后出来，庄士德校长安尼讲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耶和华甲我三个弟弟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真够我的上帝。无论咱拄着心中的艰难，主讲我的气力交给你用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决志，得时不得时，咱拢要唱懊恼甲噩梦的诗歌。诗篇13篇，伊讲主啊，要到什么时阵，你才要用你的面来看我？但是第5节、第6节，伊安尼讲：上帝，你是我的倚靠，你是我的拯救。兄弟姊妹，咱当心来到主的面前，用信心来唱出这条祈祷的诗歌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帮助咱听到。主耶稣讲：我的恩典交给你用。阿们嘛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不是一种的理论，上帝的话是带有关联、快乐、甲仁爱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的能力要伫我的软弱的顶端，互我得到完全。原来圣经讲，咱属灵的武器，就亲像大卫伫歌利亚的面前，伊用什么赢过歌利亚？伊毋是用刀，毋是用盾牌，伊是用自然的生活中间，上帝予伊的能力。伫伊故乡的中间，伊捡几粒石头，用迄个小小的石头打败了巴比伦的这个国家。这个故事不是大卫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是每一个上帝囝子的故事。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伊的亏难。兄弟姊妹，这个礼拜唔通空空来，空空离开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无一个人例外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的话亲像光，照伫我心内黑暗的角落。对起头上帝讲，没有光就有光，世间就生活伫光明的中间。伫咱软弱的时，耶稣受差遣来到咱的生活的中间。这个救主，这个名，不是空空。这个救主的名是以马内利，是实实在在
耶稣要甲咱三甲地地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互我伫黑暗中找着你。主求你互我伫黑暗中找着你。这就是咱的信仰的老爸，长老教会起头第一个牧师约翰加尔文，伊所讲的话。伊伫500年前伫瑞士圣彼得礼拜堂，伊讲一摆的讲道，伊讲黑暗了后，的确没有光明。伊鼓励所有兄弟姊妹，伫黑暗中抓条上帝的手。伊讲要相信上帝，伫噩梦的中间来祈祷，因为光要来，黑暗要离开。兄弟姊妹，伫咱软弱的时，要相信，咱的上帝是永远喜乐主爱的上帝。咱的上帝的确无放咱做孤单的人。检测苦难的日，时间咧过足慢，但兄弟姊妹靠着信心、勇敢、坚持，信心就是这种的坚持。我相信，后1分钟，上帝的怜悯就到我三甲地底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今仔日我要跟兄弟姊妹做2个信仰的反省。第一个信仰的反省就是。我信耶稣了后，我得到什么？兄弟姊妹，在这个信仰的旅程的过程中间，你感觉耶稣的困难，敢有真做你的困难？上帝的能力，敢有互你得到帮助？圣经的话，敢有带来真正的光，互咱的言行举止、心思意念得到改变？做礼拜听讲道，毋是听演讲；做礼拜听讲道，是听上帝话真正的意思，然后对咱的心中讲：主啊，这会有，我嘛要有。主啊，阿们！你圣经所讲的帮助，就真做我的困难。我咱伫主的面前会记得，大笔伊伫艰苦的时讲：主啊，要搁偌久？但是伊常常安尼讲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。所听兄弟姊妹，顶礼拜我有甲咱分享上帝圣神降临伫咱的礼拜堂，迄种的圣神同在的欢喜甲经验。我毋知恁了会记得一句话，牧师讲，对迄个时阵开始咱的教会，牧师毋是干那牧师。牧师甲恁同款，拢是伫这个信仰的路上顶悬做同学。我甲恁同款，来追求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，要伫这个白纸黑字的话顶悬来经验到上帝所讲的话是真的。牧师无法度互恁的平安甲喜乐，咱做伙认真伫主的面前讲。做好这个信仰，毋是真做一种的风声；好这个信仰，毋是真做一种的理论；好这个信仰，真做真正的活命，伫我一生的中间。代表讲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所听也这，你敢有感觉这个上帝甲你伫地？如果你若感觉，好像是上帝伫你作风毋免惊，因为这是人性，这是人性。连大笔伊嘛会安尼烦恼讲：主啊，你用你的面无看我，要到什么时阵？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互咱听到今仔日圣经所宣告应允的话。代表讲，上帝讲一摆。上帝都讲第2摆，我有听见，兄弟姊妹听见啥？伊讲能力在伫耶和华我的上帝，伊有慈爱，也这你相信吗？
伫即个世间有真侪代志，毋是人会当帮衬咱。咱判病的时，医生是做帮衬尔，伊袂当甲咱绝对保证讲，我会当医好你的病，对毋对？世间有甚物种是绝对的？无，都只有上帝。所以圣经的故事就是咧鼓励咱，伫惊吓软弱的时，我靠上帝爱超过我靠人。兄弟姊妹，我靠上帝爱赢过我靠人，这才是信仰。然后这种的信仰要带予咱真实的经历，讲我的上帝早伫地，今仔日伫地，将来嘛永远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无做一个听讲道的基督徒，愿咱每一个人拢做一个经验到上帝主爱的人生。主听咱祈祷，今仔日的礼拜就是这种的祈祷，来到主的面前有困难，来到上帝面前有困难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来到教会做礼拜，如果你若愿意，祭拜了后，安静坐伫礼拜堂的中间，将你的双手放伫你的骹，拍开，利用上帝今仔日我来领受你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做礼拜是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上帝的话，领受上帝主爱，领受上帝的快乐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逐个人拢讲阿们。耶稣讲：既然如果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。今仔日的礼拜所读的圣经，拢是咱真熟悉的圣经节。但是这个话，敢有真做咱心中的坚持？这个话，敢有真做咱真正的确信？有一个牧师讲，有一届带教会青年去露营，忽然伫野外中间透大风落大雨，因搭的帐篷，迄个风加来了后，连迄个帐篷规个拢加起伫空中。牧师就做这青年，一直行，要开迄个国家公园内底的小木屋，因为因知影，伫这个风雨中间，帐篷毋是咧瓦靠。因行真久，才到国家公园的小木屋，伫迄个中间，因得到安全。后来这牧师讲一摆讲道。伊讲黑暗了后要有光，伊讲人生的生活亲像大布棚，因为迄个布棚是定根伫土粉的内底，伊无够个臃肿。这个牧师甲伊兄弟姊妹讲，咱的信心爱亲像国家公园内底的小木屋，伊是定伫石板的顶悬。这个牧师伫去年全美国。所有的这个演讲讲道的评比的中间，这个牧师互人评比出来是全英语世界内底第一路影响咱的讲道者。我真好奇，伫礼拜之前咧准备这个经文的时，互我认捌伊，上帝互我听到伊这篇的讲道。互我得到真大的鼓励甲帮助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亲像咧录影，咱的信仰的根基定偌深。今仔做礼拜是透风落雨，忽然一阵足大的雨，咱的人生无论什么时阵，拢有可能有风影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告。代表是一个真够祈祷的人，因为伊真正有经历着祈祷的帮助，所以伊讲以色列溃烂
是上帝所赏赐的。我生命中间所拄到的代志，的确上帝要成就。兄弟，你相信这句话吗？对古早上帝就是伊的囝儿的帮衬，到今仔日到将来嘛是安尼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你是我的亏难，你是我的智慧，你是我的主张，你是我的品格，你是我的阳光。主互我做真实的基督徒，来到主的面前有亏难，互福音的权能成做我的亏难，互福音的故事成做我的故事。兄弟姊妹，这个信息其实，咱对少年到今仔日听搁再听，听搁再听，但是福音的溃烂到成做咱的溃烂。圣经的故事，敢有成做你的故事？咱的故事，敢有成做咱的囡仔的故事？愿主听咱的祈祷，纪念咱。怜悯咱，互咱的软弱伫上帝的面前，成做一个永远的记号。保罗讲：“我爱夸口我的软弱，因为上帝稳定教育我用。上帝要用耶稣基督的溃烂来压砍踮伫我的生命中间。所以保罗安尼讲：我有听到我的主耶稣基督。”伊讲：“我的稳定教育你用，我的溃烂实在伫人的软弱中间显出完全。也再注意这句话，伫人的软弱中间显出完全。主啊，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互我的软弱成做一个噩梦的记号。人看到一个真无路用的人，因讲这个人耶稣听伊。”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的溃烂踮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主听我祈祷，白话字的圣经翻译叫做“耶稣基督的溃烂踮伫我”，中文的圣经翻译叫“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复辟在我身上”。亲像这穿互伊，风雨来是互伊甲我遮在。伊讲：“互上帝的溃烂，耶稣基督的溃烂，踮伫我的内底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领受、相信、进入上帝的永远的内底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咱讲，咱毋是出世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代表嘛毋是出世就是一个会通赢过歌利亚的人。所以今仔日圣经伫新约里讲，属灵的武器赢过黑暗的关系是什么？是上帝的面前，伫上帝的面前领受伊的溃烂。迄个上帝的溃烂要互咱成做得胜的人。这礼拜伫咱教会来的族群内底，我有用一条老歌，我毋知恁偌人听无？在你爱的大能中，牧师破圣经则互恁。是一个参考啊！我毋知咱中间有几个人有真正伫拜五接到了后，恁有甲遐圣经才读过。我嘛毋知恁有几个人真正甲迄条歌听一摆。咱有几个人咧看小小所播的吉米卡特总统的灵修，咱有几个人咧看萧经济所播的迄逐日的祈祷。小小问我讲不要紧，只要有一个人读，你做的工就够业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有上帝的能力，在你爱的大能当中吗？这是牧师的祈祷，牧师对心中为着恁的祈祷。咱毋是出世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，但是咱有信仰的功课。第一，做礼拜到了后，你安静祈祷，你问
我信耶稣，接受福音，这个福音对我来讲是代表什么？兄弟姊妹，你已经在上帝手中接受到这份宝贝礼物啊吗？或者你来到教会所得到的，就是母亲节爱餐的迄顿啦。愿主甲咱三合地地，互咱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伊的恩典，在神的面前有力量，凡事老练。愿主帮咱听咱的祈祷，操练有4项工作。牧师讲了后，恁会当搁伫周报顶关注复习。第一，今仔日圣经讲，我听一摆，我听2摆，我听到上帝的写讲，快乐在伫我。兄弟姊妹，你有听到吗？毋是听到牧师的讲道，你醒起来啊嘛？你对心中真正知影讲，今仔上帝咧甲你讲的话吗？你愿意安静听，认真听，听了后你愿意接受相信吗？你愿意追求伊的帮助吗？一个会晓追求人帮助的人，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有真侪人唔敢去找医生，有真侪人唔敢将伊的困难去甲人讲，因为惊歹势，人也知影啦，惊歹势。会晓追求帮助的人，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但是兄弟姊妹会记得，唔是干那追求人的帮助，是追求上帝的帮助，进入上帝的怀抱的内底。这就是操练的4个过程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第一，安静听，认真听。咱一日若唔捌有3分钟、5分钟安静的时间，咱真困难成做安静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有习惯伫这中间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吗？无论透早起来，无论暗时要困，咱捌安静伫主的面前追求上帝，什么拢无做，手机甲伊关起来，电视甲关起来，找一个安静的所在，互上帝甲你三合地地。代表讲，上帝讲一摆2项，我有听见。原来真做有福气的人，毋是干那听牧师的讲道，咱是常常伫你安静的时间，你听到上帝伫你内心所讲好的信息、良善的信息。上帝讲，快乐、能力、甲慈爱，拢在伫我。第二，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情景，请相信，咱的上帝永远是咱的上帝。耶稣甲青眉的人问讲：“你相信我会当为你做这项代志吗？”兄弟姊妹，你相信上帝会当为着你的困难，伸出伊权能的圣手吗？你愿意听耶稣今仔日甲你讲，你相信我吗？原来你主的面前，虽然咱有为难，但是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信心无够强，求你帮助我。我相信，主耶稣，伫你无学得正的事。马来讲，主啊，我的兄弟已经过身啊，我相信伫末日你过来时，我的兄弟要过我。但是耶稣甲伊讲，毋是伫世间的路尾，伫今仔日，主要甲咱三合地地。第三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哥林多后书是咱今仔日的金句主题。哥林多后书10章第4节，伊讲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伫上帝的面前有快乐。这有2项代志。第
第一样代志就是伫上帝的面前读圣经，上帝话要做咱脚前的灯，做咱路上的光。第二就是祈祷，伫上帝的面前，咱要领受伊对圣神所赏赐的帮助。兄弟姊妹，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拜一到拜六咱拢伫厝里，拜一到拜六咱拢伫公司，拜一到拜六咱拢伫这个世间。只有礼拜这一段短短时间，但是兄弟姊妹，一年365天，一日24点钟，咱拢会通踮伫上帝的身边，是吗？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今日圣经讲，咱虽然活伫血气的中间，但是咱的征战不是血气的征战，咱要赢过黑暗的势力，是在伫上帝的开力。这段话讲到两项，咱是肉体，但是咱嘛是灵魂。咱有肉体的健康，嘛爱有灵魂的健康。咱踮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嘛踮伫灵界，灵界就是属灵的境界，伫上帝的内底。所以耶稣讲，恁踮伫这个世间，但是恁无属这个世间。耶稣所讲的就是，你若有健康的灵魂，你就要有健康的活命，包括肉体。心欢喜，心快乐，肉体安然行去。最要紧的武器，就是来到主的面前，甲上帝同在。主帮助咱的生活的本质本身就是活伫这个血气肉体的内底，但是咱无完完全全互血气甲肉体情欲私欲来控制。咱虽然活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嘛活伫上帝的内面。因为伊的学生问伊讲：上帝啊，主耶稣天国伫啥物所在？耶稣甲伊讲：天国就伫恁的心内，对无？得胜的开力，征战的开力，秘诀就是伫主的手中，来到神的身边，领受伊所赏赐咱的开力。耶稣讲：恁是葡萄树枝，我是葡萄树。恁会记得这个譬喻吗？耶稣讲，这个譬喻的意思就是：恁若离开我，恁就软弱、孤单，袂通做什么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这个礼拜进入主的怀抱，进入上帝爱的大能当中。兄弟姊妹，今仔礼拜了后，就去你定心把迄条歌给点出来听，在上帝在神的大能当中。拥抱我，拥抱我，拥抱我。今仔圣经讲，伫耶稣基督的开力，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，互耶稣基督的开力踮伫你的家庭，踮伫你的心内。阿门。求主听咱祈祷，互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咱领受伊的权能。互福音的故事成做咱的故事，互咱成做属灵的勇士。兄弟姊妹，赢过所有黑暗的关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求你对阮讲话，恳求主你怜悯阮，互阮听到你应允的声。互阮听到老爸慈爱的声，互阮听到你对阮讲，有你的开力，阮就高举。主，阮将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阮同齐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怜悯，透放阮，互阮无搁再做惊吓的奴仆，互阮无搁再做软弱的基督徒。主，互阮有代表迄种的祝福，主，互阮有代表这种的信心，伫惊吓中间悠然宣告：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
储积阮伫你的身边，求你对天降临，用真光、用圣神赏赐阮开力，对这个时甲阮一生的路尾，永远无离开阮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敬拜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